打造极致效能的马桶，更进化的 Classify 5级旋风诞生了。Classify 5级旋风有3个特色，第一个特色是超级排污，马桶是卫生间重要的排污用具，当上完厕所后按下水箱开关，瞬间的流速强劲且稳定，一口气冲走污物，并有效预防马桶堵塞。强而有力的冲水效能，彻底清除污物无残留。Classify 5级旋风第二个特色是绿能节水水效能，马桶不闹别扭，每一次冲水就是一次清洗，不易藏污污垢，马桶冲水变得简单又省事。节约用水应从每天做起 ，Classify 5级旋风可以做到节约及绿环保，绿能节水设计达到 LEED 及绿建筑标准，完美实现了马桶的节能性与实用性。Classify 5级旋风第3个特色是更加洁净，360度彻底洗净缸体内每个角落，发挥出最大的洗净能力，任何死角也不放过。兼具超强排污和节水功能，现在购买指定 Classify 5级旋风马桶免费升级，304不锈钢喷嘴 C3150 渗热式电脑马桶盖，只要28800元。Colorville 智能马桶法弧座圈设计，完美贴合人体身形。搭载分阶段微波感应技术，先一步轻盈自动翻盖，无需手动，灵活符合卫浴使用习惯及感受。柔滑无缝的外观使清洁更便利，所有功能都可透过触控遥控器轻松控制。居家空间里的当代艺术品 Kohler 全球5星级饭店指定智能马桶，时尚价99000元起。Gracious Living 优雅生活是 Kohler 持续提供给消费者的，每一件产品均经过极为严格的检测。Kohler 让每个人都体会到它所带给人们的方便，是不是很心动呢？独家限时优惠，直到8月底。欢迎上网搜寻 Kohler Taiwan， 查询最近销售门市。